受这波寒流的影响，包括玉山、北峰，抑个合欢山拢有落雪。一来屏东的北大武山嘛有结树霜，请真侪民众去山顶看美景。玉山北峰看过去，拢看一眼高高的雪，亲像梦幻金白世界。玉山气象站的人员无惊寒冷，无用轻度太阳能板顶面积的雪，那合欢山积雪上深有10公分。上雪楼一带因为积雪结冰还未扬，透早就有日头照白雪山头，那天白雪好天气，亲像踮伫北国，吸引真侪游客上山来浴雪。山上天气晴朗出大太阳，山上因为海拔高、气温低，目前尚无融雪的现象。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虽然已经停止落雪，也毋过气温伫负2度到0度，树叶游玩有无双美景，吹风林道甲蹦蹦车拢正常开放，吸引大批游客入园。屏东县北大武山海拔3092公尺，山头雾气伫树叶连结，就像野白色糖霜，规山头银白色，大武树8公里以上的山形线，形成无上美景。那因为目前呢水汽减少，那预估可能在中午之后。那这个雾凇的情形就会消退。气象署预计要到25拜424日起，寒流减弱，气温才会逐日豆豆回升。虽然温度白天高温有回升，但是在周五的清晨跟周六的清晨，因为水汽是比较少的，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感受上是属于日夜温差偏大的情形。也毋过，前中央气象局长陈明典指出，主要低压呈现低流状态，明显回温的时间点，恐惊搁延后1天左右。另外，25透早放射冷却效应会比24来天更加明显，无排除苗栗等地区会出现6度左右的低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